月6日至7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外长会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虽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造成全球性影响，但本级峰会讨论的北约新战略构想首次考虑到中国的影响力。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外长们同意必须进一步加强和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并同意加强与亚太地区合作伙伴的合作，因为这场乌俄战争危机具有全球性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态说，北约是冷战的产物，早就应该成为历史。赫兹尔贝克盖热图拉，一位为东突厥伞事业奋斗了一生的资深哈萨克伞活动家和著名作家，于2022年4月6日在伊斯坦布尔去世，享年82岁。死者的葬礼于4月7日在伊斯坦布尔亚洲一侧的突厥斯坦清真寺举行。据悉，自抵达土耳其以来，赫兹尔贝克一直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一起为东突厥伞事业工作。他的著作《奥尔泰的血腥日子》已被拍成纪录片。在乌克兰战争中支持俄罗斯的中国随后放弃了这一决定，而临清政策而面临威胁，正面临着错误决定的政治后果。所有这些糟糕的决定都被认为动摇了执政多年的习近平的宝座。1个多月前，2022年冬奥会前夕，世界上最强大的独裁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习近平在北京举行了会晤。土耳其以约35亿美元的出口额实现对美国有史以来最高的第一季度出口。此外，美国成为土耳其今年第一季度对外销售额第2大多的国家。与此同时，作为在土耳其对外出口价值中增幅最大的国家而载入记录，土耳其对美国的出口在1月至3月实现了7799万7万2000美元的增长。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通电话，双方就阿里耶夫和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4月6日在布鲁塞尔会谈结果交换了意见。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和商务部部长阿曼格里季耶估计，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潜力将超过1500亿千瓦时。今年第2次在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国家可持续能源过渡论坛障碍和解决方案上，阿曼格里季耶就政府发展太阳能的优先事项发表了报告。伊朗外交部9日发表声明，宣布将24名美国人列入制裁名单，因为他们支持恐怖主义和违反人权。根据伊朗外交部公布的名单，此次被制裁的美国人包括美国前陆军参谋长乔治·凯西和美国前中央司令部司令约瑟夫·沃特尔和前总统特朗普的律师威廉·路易斯·茱莉亚等人。